資深娛樂主播中環演藝圈，天王天后全球頂流，荷里活巨星同埋幕後，通通都係 friend 底自己有。突破性娛樂訪談，全部爆點，毫無保留。一周星星，星期日晚10:05，翡翠台。總市接報，分析各類股票表現，即時專家分析。大家最想知就係你哋摩通咧對於中港股市嘅睇法。緊接通識牛熊，追蹤股市景況，助你穩奪先機。今日回吐係咪正常咧？大漲小回嘅格局係咪依然未變呢？財經資訊一網打盡 ，TVB 生活台。各位早晨，早晨市堂。早晨，海間時間嚟到7點啦，睇下出面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逐漸增多，同埋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日頭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離岸同高地風勢清勁。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下星期初風勢頗大，仍然有幾陣驟雨。跟住睇下今朝嘅新聞重點。美國總統特朗普尋晚抵達北京，預計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朝會同佢會面。有英國郵輪抵達法國嗰陣爆發腸胃疾病，但暫時見唔到同漢坦病毒有關。政府星期日起減免商用車一半嘅隧道費，為期2個月。詳細內容。美國總統特朗普抵達北京展開中國訪問，佢話貿易係最重要嘅議題，又要求中國保持開放。中方話歡迎特朗普訪華，重申願意同美方擴大合作，管控分歧。美國總統特朗普乘坐專機空軍1號，晚上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今次係佢時隔9年再次訪華。同2017年嗰次唔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亞未有隨行。國家副主席韓正、中國駐美大使謝鋒等中方官員在場迎接，有小朋友獻上鮮花。現場亦有軍方儀仗隊同埋大約300個手持中美國旗嘅青年迎接特朗普。特朗普第二仔埃里克同佢太太，以及多間美國企業高管，包括晶片商輝達行政總裁黃仁勳、電動車生產商 Tesla 特斯拉行政總裁馬斯克亦有隨行。預計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4早上同特朗普會面，討論台灣、貿易同人工智能等議題。特朗普早前表明會同習近平討論美國對台售武事宜。特朗普途中喺社交平台發文，指佢向習近平提出嘅首個要求就係要開放中國，俾更多美國企業喺中國做生意。喺北京，外交部回應有關講法。中方歡迎特朗普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訪問期間，兩國元首將就事關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中方願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擴大合作，管控分歧，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穩定性和確定性。莫家坤重申，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嘅戰略引領作用。無線電視記者張偉聰報道。有內地民眾同旅遊業界期望特朗普訪華有助推進增加中美兩國直航航班數量，方便人員往來。駐北京記者馬東明報道。中美人民交流近年因為兩國關係轉差而受限，有內地民眾話一直都想去美國旅遊，不過因為簽證難，未能夠成事。比較想去1號公路咯，係啊，點解咧？中意沿岸開住車睇下啲風光咯。會資料少啲，跟住程序容易啲，跟住佢簽率又低啲咁咯。住喺北京嘅楊女士年前認識嚟自西雅圖嘅丈夫，新婚冇幾耐嘅佢即將赴美同丈夫團聚，不過受限於航班數量少，要擇日出行。因為我3月份剛組建了一個新的家庭，跨越了一個人生第2段婚姻，所以我還蠻開心、蠻期待的。北京到西雅圖好像一天，還是說隔一天才會有一個直飛？如果可以的話，其實應該北京到西雅圖多增加一些直飛的航班。
來往中美嘅直飛航班，疫情前高峰期每個星期有超過300班，而家就縮減至每個星期只係得大約100班。旅遊業界認為中美之間嘅航班求過於供係推升機票價格嘅主因，期望特朗普今次訪華能夠推動中美航空交通正常化。以我們公司來說，之前差不多15000到2萬人左右出境去北美，現在1萬人左右吧。希望航班增加，境外這個隨着客流量多了，中國人去美國多了，成本降一降。除咗加開現有航點嘅直航機，業界亦都希望可以增加飛往美國嘅航點。中國駐美大使謝鋒指出，中美人民交流嘅潛力有待進一步釋放，希望美方盡快解決中國公民赴美簽證難、入境難問題，停止對中國赴美人員採取選擇性、歧視性措施。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馬東明報道。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話：中國願意同南韓加強溝通、深化交流合作，發展好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何立峰尋日喺南韓總統府會晤李在明嗰陣話：舊年年底以嚟，習近平主席同李在明喺短時間內實現互訪，引領中韓關係重啟改善發展嘅新局面。中方願意同韓方落實好兩國元首重要共識，加強溝通，增進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維護好發展好戰略合作伙伴關係。李在明話：佢同習近平2次會晤傾得好好，希望兩國進一步加強交流合作，尋求喺經濟、產業、經貿等嘅領域取得實質性成果。一艘抵達法國嘅英國郵輪爆發腸胃疾病，暫時未發現同漢坦病毒有關。法國衛生部門星期3話，英國大使郵輪公司嘅紅心號郵輪早一晚抵達西南城市波爾多，船上有50人出現消化道感染症狀，另外有一個大約90歲嘅乘客喺航程中心臟病發死亡。乘客同埋船員合共大約1700人要留喺船上。乘客已經由船上嘅醫生診治，並被隔離喺各自嘅艙房內。一個醫療小組被派往船上評估衛生狀況。波爾多大學醫院傳染病科正檢測樣本。當局話，目前冇理由將紅心號嘅情況同紅定厄斯號郵輪出現嘅漢坦病毒疫情關聯起嚟。紅心號上個星期3由英國出發前往西班牙。內地北方多地持續高溫，氣象部門預計最快要等週末降雨先至可以緩解炎熱天氣。雖然俗語話未食5月粽，寒衣不入籠，但喺農曆3月底，北京天氣已經持續酷熱，連續4日最高氣溫超過攝氏30度。午後喺延慶區更加錄得37.2度嘅高溫。河北、山東、天津嘅天氣亦都炎熱，局部地區氣溫升至35度以上。氣象部門預計未來3日，長江以北地區氣溫繼續攀升，部分地區最高超過37度，將會係今年以嚟最高溫紀錄。氣象專家話，內地5月氣溫逐漸回升，加上濕度比夏天低，天氣會變得更加熱。有醫護人員提醒，高溫天氣可能會令到皮膚出現紅斑、水腫等等嘅症狀。紫外線過敏和曬傷是2個不同的概念。有些人即使在並不強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說面部、雙耳、手背、胳膊等處，仍然可以出現紅色的皮疹和瘙癢的症狀，嚴重的時候還可能出現腫脹。不過中央氣象台預計今個週末北方多個地方會迎嚟降雨，氣溫將會隨之而下降，部分地方嘅氣溫可能一下子跌大約10度。氣象台同時預計未來3日福建、廣東、廣西、江西等地繼續出現強對流天氣，可能引發暴雨，甚至乎係冰雹等等。無線電視記者陳尚軒報導。返嚟本港。政府宣布嚟緊星期日起，商用車隧道費減半，減輕營運成本。有立法會議員認為，長遠仍然要解決油價加快減慢嘅問題。嚟緊星期日0時0分開始，所有商用車使用政府嘅收費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區，只係需要俾一半嘅隧道費，為期2個月，直至7月16號夜晚11點59分結束。涵蓋巴士、貨車、小巴同埋的士等商用嘅車。
易通行會調校系統收取優惠嘅費用。的士行3條過海隧道由25蚊減到12個半，其他商用車就收25蚊。至於獅子山隧道、青沙管制區等等，所有商用車劃一減到4蚊。但係由於愉景灣隧道屬於私人營運，冇補貼。由於措施嘅目的係支援商用車司機同營辦商，私家車、電單車等不獲減免，的士嘅乘客亦都要俾全額嘅隧道費。有少少作用嘅，供個10零蚊咯，應該人幫翻2-3成啦。你人坐，我哋先正過咗隧道，我哋先有着數噶嘛，唔係我有乜用啫？作用都唔係好大啦，最好快啲減油價啦。但係我明呢個唔關政府事。中東戰爭開打以嚟，本港嘅車用燃油價格不斷攀升，就算國際油價回落，無論柴油或者無鉛汽油零售價一直高企。有立法會議員認為，長遠仍然要解決加快減慢嘅問題。未來咧一定要研究咧一啲措施係可以喺行政上咧可以壓制佢嘅加價，喺非常時期或者呢一啲咁嘅真係有戰爭嘅不穩定嘅情況出現嘅時期，而唔係不停咁樣去利用公帑去追呢一啲加價，因為其實呢一個無底深潭啦。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書面回覆議員質詢嘅時候，話會敦促油公司喺國際成品油價格回落嘅時候，盡快調低零售價。競委會亦都會繼續密切注視市場有冇出現合謀定價或者唔公平競爭嘅行為。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大角咀港灣豪庭對開有的士同私家車相撞，4人受傷。